后来，这个桃园的防疫旅馆出现着破空，爆发着菌株的感染。这个防疫旅馆阁是伫个人真济的这个车头的附近。区政府唔敢大意，已经撤离所有的房客，而且把附近的场所消毒再消毒。指挥中心的统计，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有12例病例，拢是伫个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采检确诊。所以感染科的医师嘛来呼吁，应该阁来增加着体检的频率。预防这个疫情传播到社区。防疫旅馆大厅无看到工作人员的影，不过旅馆门口的公车站嘛是有人伫遐等车，店家照做生理。民众对防疫旅馆稍微感染的事件，敢若无啥有受到影响。都在各自的大楼里面，然后就是比较少接触到。现在都有戴口罩，不会像之前那么紧张。民众对防疫真有信心，附近的店家嘛是真谨慎，大公告强调已经完成消毒。市府长叫全部的房客离开，嘛开始调查饭店内底环境。使用手套的更换以及消毒的频率，那么我们要直接提高。那另外是针对中央空调的部分、换气的部分，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做改善。机票个案16851登来社区做自主管理后确诊，经调查才调查出小微感染。根据指挥中心统计过去案例，上少12例拢是伫咧做自主健康管理的时阵确诊。专家就来提出建议，最后7天是不是也要让他们检验一下哈？比如说快筛啦，或者怎么样，让他在家里至少做1、2次。指挥中心讲会继续加强监控，阻挡疫情拖去社区。